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望呢啊，台语安尼写望呢啊。转眼、瞬间、刹那间，形容时间俊短一眨眼的功夫，台语讲望呢啊。望呢啊，阁是新的一年，阁加一岁咯。坐高铁有够紧，望呢啊，就位台中到高雄。那遐熬早，拄则要离遐，望呢啊，就无看影。人讲鸟仔唔通飞，无先趁到袂快活，真正有影诶。都望呢啊，娘娘靠地啊，就输甲打。啊，若西北雨就是安尼，明明都要出大日头，望呢啊，就雷公死若变大雨，啊，望呢啊又个好天咯。望呢啊，逆看，就是望穿秋水，急切盼望。两个人约会时间已经超过真久，女朋友也未出现，伊是心光火热，逆看。望你早归这条歌是咧讲二次大战的期间，台湾的妇女逐工都逆看，唔忘去南洋相前的红晒，早日倒转来。过来插呢，眼睛眨不停，若戴着大眼镜，目睭拢会插呢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望呢啊，实在真趣味。